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美國。今日同大家介紹1110小米集團呢一個股票。消面上呢，7月27號，雷軍喺今日嘅一個微博宣布，小米汽車將於7月30號19點舉行鵬程系列技術發佈會。呢個係咧小米汽車第2次舉辦技術發佈會。屆時鵬程 N90、N70 兩款增程 SUV 將正式亮相。雷軍表示今次發佈會嘅重點會介紹小米鵬程系列及相關技術，面向用戶展示主打大空間、靈活座艙佈局嘅增程 SUV 產品。隨住鵬程系列嘅登場，小米汽車嘅產品範圍亦都將由純電車型進一步延伸至增程動力市場。好，咁我哋都睇一睇我哋嘅一個天匯指標當中，我哋嘅短中共振指標喺呢個位置係發出咗一個快慢線底位金叉嘅信號，咁隨後升穿咗一個嘅零軸，出現咗呢一個 GH 短中共振信號咁可以見到一路就喺高位出現一個嘅持續放量咁我哋嘅一個股價亦都係由21蚊幾一路咁就反彈去到29個幾嘅。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